依然有一只上海岸的船，20出海时阵煞互物件击着。迄当时军备局当咧试射迫击炮机弹，外界拢伫咧质疑讲这是去互军方扫着的。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这上海岸的船无走入去警告范围内，目前也已经把这证据交予第三方单位鉴定，2礼拜内会完成报告。依然一只跨海岸的船，一早载客出海中途，互不明的物件拍到，造成船长小玻璃甲栏杆害去。因为都是军备局大号兵器场咧试射迫击炮机弹，外界怀疑是遭到国军误射。国防部长邱国正23日立法院表示，国军试射进前有讲过，不过这只船并无进入警戒范围，是不是互炮弹拍到，要去调查。这也就疑点啊。事实上，我们看到讲我们那个弹。并是一个炸射的弹，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把它上面那个擦过那个痕迹啊，把它刮下来，要鉴定它的栏杆是不是会因为东北季风很大，漂流木顶浪泡上来打到之后，这个也是有可能等等的事件，我们都是不排除的。军备局表示，这案件已经交予第三方公平单位鉴定，会在2礼拜内完成鉴定报告。另外，被指控牵涉战乱涉弊案的国民党立委马文君，甲共党立委吴淑怀、廖婉珠等人提案，当会明年度战乱3亿的预算引起批评。马文君不满提案被提前公开，吴淑怀是表示，各向媒体放话就将预算全部删除。如果你再让这些国防部体制内的人在媒体放话，我告诉部长。我就删减全部预算，大家来谈。国防部会让我们觉得在联合执政党攻击在野党，而且是要逼迫立法委员撤案。鲍委员，我们国防部立场一向在立法院是依照立法院的委员行使职权的这个相关的法来遵守这种行政中立。马文君日伫南投开讲的时阵表示，烦恼将南正做铁观察。国防部反击认为，本案的名号对国军士气甲形象有负面冲击。另外，传出前海军上校舰长黄前辉捌去海军造船发电中心试探战乱机密消息，邱国正回应，绝对无用分替我人到军事单位自由进出，佮发表种种言论。记者综合报道。